A5，係咪 A5先？大家睇似唔似 A5？一陣話俾你知。嚟，仲有五係要幾多年款嘅？話俾車車知好唔好？五係依家530，嗱你睇下呢度成排都係五係。係啦。嗱，仲有呢台3.0直列六缸嘅540、525、530。191800起可以開530，好唔好？成堆咁大，20幾台車喺度。嚟，王一博，哎呀，我的老公王一博，點個關注先？要睇邊款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嚇。驚喜價，我等間轉個頭同你介紹一下。嗱，點個關注等等車車先，好冇？兜個圈翻嚟先。嗱，仲有呢啲330都係賣緊2字頭啫喎，21萬幾帶走330。啊，仲有呢台對標56E 嘅 XFL 小動物啊，都係22萬多啲嘅價錢帶走嚇。嗱，呢度立標嘅 E 級 E38大標立標時尚豪華，通通有車。我哋依家7000幾個方嘅展廳，140幾台現車喺度。感興趣邊款車人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好嗎？540、540，看來今天大家很想看540喎，係咪好想睇5係喎？係咪知道我哋大降價咧？我哋依家嘅話全場調整咗價錢，你話呢啲嘅話，A6先至賣緊20幾萬，後邊仲有雷克薩斯 ES 系列啊 ，ES 系列啊 ，ES 系列。N 叉 R 叉雷克薩斯嘅車10幾萬揸嘅路虎，10幾萬揸嘅寶馬 X3都有，23款 C260豪夜版本必須有。我哋 BBA 都係專業嘅，包括路虎、雷克薩斯、凱迪拉克啊，同埋一啲瑪莎拉蒂啊、捷豹啊都有車喺度。嚟要睇邊款車型咧，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嚇。藍色 ES 嘅話咧，17萬幾啊！17多啲啊，17萬幾啊！嗱，各位老細要睇邊款車型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我會將我哋全場在售現車啊，141台8萬幾蚊起嘅車都發俾大家睇。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先好唔好？仲有乜嘢車要睇啊？五係定睇乜嘢？嗱，看哪一款？按順序啦 ，GLC 先啦。GLC 係咪啊？GLC喺嗰邊喎。GLC 唔係呢度咩？啊，喺度咩？唔係， GLC 唔喺度喎。GLC 喺呢度。嚟介紹台五係先 C260係咪 ？OK， 睇台五係530，OK， 冇問題。呢啲全部都係五係，但係你哋嘅預算去到幾多先？新嘅定舊嘅先？我哋191800起，同大家介紹台最筍盤嗰台先好冇？啊，好筍嘅。嚟去睇蚊姐得冇問題，想稅人咯。今日上到100人得唔得？上到100人算乜事啊？係睇台性價比最高嘅先，25左右嘅話咧，可以買到20款嘅專享啊，530專享啊。嚟俾你睇睇先。嗱，全場最筍嘅一台530，啊呢台嘅話咧，天使眼大燈，天使眼大燈嚟嘅，擺歪孔呢，啊非常之夢幻嘅配色。18年9月份上牌，雖然啊18到依家幾多年先？有冇人答到我？18到而家。18年到現在2025年是幾年時間？行駛咗幾多公里數？65000公里，呢台係。呢台係7年車，65000公里，1年1萬都唔到嚇。530嘅領先 M 運動擺歪孔呢，配置高啊，而且嘅話咧，佢嘅內飾好新淨，好新淨。7年車係啊，小君君，呢台係領先嘅，好新，紅龍後排仲有電動座椅調節，獨立出風口都有。係要去到專享先有嚇，咁呢一台191800帶走530，啊依家價錢你話要25萬左右嘅都有，點個小風車留言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好唔好？仲有其他？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睇五係嘅咁多位老細，包括嗰個款都得嘅，係2字頭嘅，同你去講講先，仲有25萬嘅嚟。25萬咧 ，CLS 呢啲咧絕對啱你啦，佢話老古董喎。佢話老古董喎，7年車，7年車嚇，7年車跟住嘅話，先行駛咗65000公里。咁2字頭嘅有乜嘢車俾大家揀呢？呢一台
呢台係20款嘅，手指型大燈，呢部5年車，手指型大燈5年車，72000公里，530 Li 嘅專享 M 運動頂配嘅。專享輪轂，仲帶台顯，仲帶哈曼卡頓音響，後排嘅娛樂屏都有。呢台車嘅話，依家賣緊價錢係249800，25萬都唔使。價錢方面，249800，一成首付2萬幾蚊帶走，唔係好多車嚇。嚟呢台249800，你睇下個內籠啊，好新嘅，都係紅籠嚟嘅。嗱，看一下這個液晶顯示液晶儀表，跟住仲有台顯，後排仲有 iPad， 仲獨立出風口都有嘅嚇。嚟呢台249000，細，我哋一共有20幾台，唔係睇車卡就行啦，好唔好？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將後要發俾大家睇好嗎？呢度全部都係。係好多，呢度全部都係。Y 中呢，氣 Y 紅呢，氣 Y 中呢，仲有氣有要睇邊款？540啱啱有人。邊個話要睇年份嘅先鋒哥哥有貨的有的。零嘅朋友，呢台嘅話咧，你睇外觀冇區別，但係我哋睇呢台車必須要睇咩啊？睇佢嘅必須要睇心臟，23、24都得係咪啊？稍等我一陣嚇。260或者其他都得嚇。要睇邊款咧？大膽一台同大家介紹，等唔切了解嘅點擊下方。有咩咁特別咧？睇下幾多隻缸？幾多隻缸？1、2、缸 B58 發動機。係喎。想要操控好，漆係咁長嘅，咁兼顧到家用，價錢方面，台動力真係假強。呢台540，呢台2022年嘅8月份上牌，46000公里。66萬，70萬啦計佢，70萬，10萬，依家二手車價錢直接打咗個5折，31800。最值錢嘅5係知嚟最值錢嘅5係因為佢有藍外黑內哈曼卡頓音響台顯都有齊，排嘅一個獨立出風口都有嘅，標準版本。操控感會更加好啲，係咪好少見先？你5係嘅內籠一般係咩顏色嘅？有冇人知道一般係咩顏色嘅先？358000，啱先要睇540嘅哥哥留個送過嚟，358000點嘅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260啊，帶你去睇睇，好似喺出邊喎。有啲驚喜係咪啊？嗱，帶你睇睇新款嘅 C 級21款未改款嘅都有，一共 C260呢有6車載的，到處限速要咁大嘅，肯定有用啦。係咪要去到咁噶嘛？你超車都快過人啦。咁快，但係你唔可以冇，係咪先？嗱，左邊，嗱嗰台啊，有信號㗎。嗰台啊，知啊。嚟新款嘅 C 啊呢台，呢台唔係喎。堅嘢嚟啊呢台。要豪爺版本嗰個要留言俾我喎。依家嘅話咧，嗱，依家新款嘅話咧，都係 M 運動，都係運動版嚟嘅嚇。冇錯。時我哋收到車咧，實時會更新㗎呢度。你點個小風車版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給我，好不好？睇車2個字，對，對，矮仔。
啊，CC 姐好可憐，你唔好亂咁帶節奏喎，你仲俾你知㗎，係咪打電話話俾你知嘅先？嚟俾我睇 GLC 都係新收翻嚟嘅，我哋依家出邊嘅話呢啲車路虎啦，啊30幾萬開路虎攬勝喎，啊仲有我哋呢邊睇咗未啊？車頭睇咗未啊？仔啊！哦係喎，台車泄漏咗啲。嚟呢邊呢邊。啊 C260得唔得呢部260啊，啱先話要 C260嘅話咧，暫時就運動版響或者路上，但係呢一台嘅話咧經典喎，立標嘅 C 級喎，我見過有立標嘅 C 級先，有嘅飄過1俾我睇過，係啦，想暫時代替一下嘅。有嘅話飄過1俾我睇下，冇錯。有幾 C 級，如果 E 級買唔起嘅話咧，260 L6 運動版本216800可以帶走。車唔錯啊！嗰日睇咗係咪啊？呢台咧係21年嘅10,800，哦116800，首付1成俾到2萬蚊可以帶走啦。車留言俾我好唔好？話時話我虎牙好鬼性感係咪？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車啦，好唔好？車唔錯。啊！恭喜你成為尊貴嘅寶馬藍天白雲車主喎！嚟下仲未洗車，仲未有上資料嘅，要睇嘅話咧，留140台現車全部發送俾大家。啊，內飾睇睇啊，新款㗎，豎屏㗎，黑籠嚟㗎，黑籠嚟㗎。留言俾阿陳總同埋阿他嗰邊嚟點個小過嚟，睇下呢邊仲有咩車先，入面可以佢上車睇咗，先至3萬零公里嘅車，必須可以嘅嚇。我哋全部都係乜嘢車嚟㗎？呢台X4啊，新款 X4嗎？有台翻嚟，仲有一台係布魯克林灰嘅，啊白色灰。1到 X7 冚唪唥都有車嚇。嚟 C260。風車 C260發過嚟給我21,800是 C260，千係 C260嘅立標，22款36,000公里嘅車嚇，21,800啊立標，更加有牌面啲喎，係咪先？以拍為夫非常碌，真係啊，就是希望我是大學生，希望主播。Hello 啊，縱橫四海 A 你好啊，嚟睇級啊，唔係啊，都未有收到各位嘅留言喎，要睇發送過嚟俾我喎。嗱，我哋在售位度140台，從8萬蚊起可以開 BBA， 留言睇車輛。好，嚟仲有咩車要睇嘅先？啊呢台。呢台車大家知唔知呢台咩車先？上一任車主重車先，呢台嗱呢個中網係咪啊？嚟仲有哇磨砂輪毂紅綠嘅忍者神龜綠嘅顏色，龜綠耳糖水。嗱，大家知唔知呢台咩車？有冇人知道先？雙車窗紅色內籠，菱形縫線嘅紅色內籠，重耳喎。喂，個車主要落重本喎。哇！呢台 A5 改喎。仲 S5 喎，係咪 S5 嚟㗎？假嘅。假。係咩車先？有冇人知道呢台？綠車就差綠毛。睇下呢台係咪車主自己改嘅先？睇下係咪自己改嘅先。分辨出佢係真嘅 S5定係假嘅 S5咧？外觀分唔出，點樣分出咧？睇我開個車頭蓋俾。
該先。嚟咁多位老細未點關注，記得點波關注支持。一個小關小注支持一下車。細咗啲係。呢台究竟係 S5定 A5先？直播間咁多位老友嘅是覺得是 A5的飄個1，覺得是。看看，攞條車匙順便着車，等大家感受下先好。人先細咗啲，輪毂唔啱。感謝關注下個。喂，你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喎，兄弟。真假 A5 真假 S5。好多人我每係 A5 係 S5 係 A5 係 S5，幫我開下。嗰套 S5 嘅 A5。阿星喺邊度？嚟，歡迎各位老細關注支持一下嚇。左邊啊，邊度啊？好熱啊！好熱啊！前途無量。嚟，點解嘅？卡住啊！哎呦，死機啊！每次睇都睇唔到。哦，唔緊要啊，攞唔到就算咯。係啊，嚟直播間咁多位啊，包租公包租婆，你哋屋企有冇咁多先？我哋140幾條鎖匙喎，你哋包租公包租，未點關注記得點波關注嚇，成個保險櫃咁大，裝住你哋嘅鎖匙，專業鎖住啲車鎖匙係嘛？S5呢個配色一般都係大保，即係輪毂7。加車主冇改到 IS 咁誇張 ，IS 要改寬體。係啊，如果 IS 嘅話，佢有寬體㗎嘛，咁啊輪毂。首先咧，顯起佢嘅發動機睇下先，好唔好？顯起。聽啲兄弟咁講咧，應該佢哋比 A5 大過好多次。唔夠力啊！係啊，我撥咗啦。得啦，果然係你啊！嚟呢台睇完呢個，你哋嘅肚入邊嘅腹肌咁有6嚿喎。係咪好似四缸加咗個蓋喺度先？呢台係咩車先？有冇話俾我知？車頭蓋都係假。啊！你哋真係啊！咁我等間着個車，你哋會唔會話排氣啊？電子排氣。哇！真係啊！嚟睇完個心臟，我哋必須要着車俾。哎呦，跌咗！嚟，未點關注啲呢台鎖700幾條車鎖匙喎。係咪房間鎖？係啊，包租公喎，嚟着車。啊，雖然咧佢唔係好大聲嚇，我開個 sport。下邊呢度。而家大睇先。動態已經係啦嘛，嚟歡迎各位老細入嚟。睇下啲座椅先，睇下啲座椅先。座椅嗰條係 S5喎，縫線喎，仲有按摩功能嘅座椅嘅喎，緊要喎。嚇，3.0的係 S5，係 Q5。為咗一步到位咧，A5 改咗。A5 整。想聽下呢台車嘅一個聲浪先，有冇人想聽先？有人想聽我睇5腳，好冇？睇5腳。嚟聽下佢嘅聲浪。嚟，想唔想聽？1115。咁係車用佢嘅早餐錢踩定用佢嘅宵夜錢？宵夜錢踩。個咪出嚟先嚇，未點關注點波關注2.9雙。呢台嘅話係3.0 V6 發動機嚇，準下啦噃。宵夜錢咯喎，即係話。嗱，用今晚嘅宵夜錢踩2腳俾大家聽。先啦，嚟啦。
四缸嚟嘅，得唔得先？四缸嚟嘅，四缸嚟。嚟踩得唔得先？個聲浪有冇聽出嚟係 A5定 S5？啊，踩完噶啦，我啲空調都好涼爽，唔係好捨得落車添。啲性價比高，二手車同埋新車差價大啲車，可以兼顧到你嘅日常需求，仲有你中意嘅係 S5，唔係 A5啊，3.0。23年10月份上牌，28000公里嘅車，新車落地成70幾萬落地，加埋保險加埋稅，70幾萬落地。打咗落5折，363800可以帶走，363800就可以。中意啲性能車嘅，中意踩得快有姿態嘅，4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，全場車源。拿光嘛，你屎忽就拿光，拿小刀拿屁嘢。單咧精品車貨原版原漆，好冇？咁有乜嘢車要了解？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，好嗎？到了，對，銀鵝糖水咯喎。仲有隻假嘅銀耳嘅喎，你哋要。耳嘅話咧係隨便點樣裝都得嘅，但重點嘅話係你嘅駕駛感受同埋。有咩車要睇嘅？睇下大膽飄喺公屏上邊啊！哦，銀耳不得了了，應該是男人的一個腎上腺素都飆升了。聽兩句。現車必須有嘅，咩年份嘅車2023年5點個小風車。2023年。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給我，好吧？做先至3萬幾公里嚇。嚟。咁嘅喎，嗱呢台咯，330i，灰色嘅。好，嚟330i 百威紅呢就冇，有台氣 Y。E300有車，睇完呢台睇 E300。呢台22年7月份上。同埋5301個動力嘅高功率嘅呢台車嘅話咧，比極高，2萬公里保實標，內飾嘅話咧紅龍響冰川旅文版都有啊，219800帶40萬嘅車，5折帶走，感興趣留言俾我，嚟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車車先。LE 你又知我哋有，真係有台喎，真幾秒？你係幾秒先？你幾秒先？你嘅速度嚟先。最起碼要半個鐘啦，係咪先？我哋 E300嘅朋友飄個1，我睇下先。E300依家歐勞立標嘅豪華版本爆雪哥係咪啊？花生眼大燈，拉闊拉長咗我哋中網嘅話咧，同埋 S 級同款嘅一個半隱藏式嘅把手，冇乜緣分冇乜緣分，鎖咗車，18000公里嘅車 ，E300 L 豪華版本新車落地出頭啦，50出頭啦，但係依家直播間報價439000。全部都有齊晒，柏林之聲音響都有齊晒，439000八。感興趣E300嘅老鐵們，個小風車留言俾車車，18000公里原個字發送過來給我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給我。加低嘅呢台咧就係19000公里，咁呢台。1000蚊嚇，一樣喎，一係萬幾公里，都係萬幾公里，4萬多啲睇你要邊一款咯。我哋依家大標、立標、時尚、豪華都有車嚇。嚟你想要
幾千公里嘅都有。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。我會將我哋在售車源表全部發送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我嘅奔馳17萬得唔得？E38豪華。啊，17啊！我在不在？我必須在啦。嗱，呢啲係大就運動啲黑 Y 紅呢。啊，呢台嘅話2024年運動版433800啊，差唔多都係4字頭。啊。條海馬路為數唔多嘅大標紅龍啊！大標紅龍喎，呢條可能。啊，爆色哥點個小風車，唔係。我在啊，我周六在的，周六在。一般我哋然留個小微小先，我安排專業嘅銷售發啲資料俾你睇住先。而且我攞住杯咖啡落嚟同你飲下，好唔好？嚟點個字發埋你個小微小先發送過嚟俾車車就得噶啦，好唔好？型要邊款啊？好多喎，要邊款先？要嘅 BBA 啊，路虎啊，仲有我哋凱迪 SUV 都有，或者你要日產嘅啊都有嚇。呢部係乜嘢車？直播間咁多位老細，如果你唔知呢，今日老友記喺度有個票個1，是廣東嘅老鐵票個2，睇下先。呢台廣東人至愛嘅。頂級天花板嘅一個牌子嚟嘅喎，廣着拖鞋、飲沙士、揸靈芝，嗱好多廣東嘅老友記嚇，啱先台 E38嚟嘅 B， 係啊，我發資料俾你睇啊，留言俾我啊，嚟啊，這兩個字發送過來，我說錯了，係乜嘢？雷克薩斯21款嘅 ES200 卓越版本，22年嘅3月份上牌。對於0至嚟計7萬公里、70萬公里，佢3大件依然率低嘅，保值率高嘅，適合家用，又靜又順又爽嘅車。呢台。沙士啊，唔係飲沙士啊 ，OK 呢台 E200，啱先台 E43萬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嚟睇下內飾先。雖然咧隻保養都幾新淨，好新淨，啲皺紋呢台，你看看這個內飾。新淨內飾有新啊！咁啊呢台車唔係話完全冇缺點嘅，都幾明顯嘅。大家知唔知佢嘅0-100加速去到幾秒先？公路閃電嘅呢台車就係講緊佢。你知直播間咁多位0至 ES200 0-100加速去到幾秒？使唔使20？啊！車車昨天去哪玩了？在家睡覺，在家睡。個動力要揸得快，要超車快，要速度與激情，加速接近20秒。如果我呢個腳發力啊，我隻腳啊，如果你哋踩嘅話，哦，蠻勇敢。仲有冇其他答案？仲有冇其他答案？呢一部車咧，力係咩啊？將個中間個0跌咗落嚟，個6上去。哦，咁樣係咪？係比較中意改成260嘅標係咪？你嘅車當時新車落地30幾萬，仲要加價，仲要等車。話7萬公里嘅車，178800帶走佢，帶走它1秒，小肥1秒，你咁。嚟呢台178800感興趣0至點個小風車。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
嗱，仲有呢台超音速。呢台公里數啊少翻啲，價錢嘅話啊貴翻個幾，睇你中意邊款嚇。公里數喺雷克薩斯入邊嘅話咧，呢台2021年4月份上牌43000公里嘅83800。對凌志嚟講，43000公里同準新車冇區別。4萬嘅啫，183800，感興趣點個小風車，冇錯啦。藍色、銀色，隔離背後仲有一台都係你台中籠嘅中49000公里，21年3月份上牌這個是抽率中啊，抽率中雙拼嘅內籠，舊款先300，兩隻都有後台啊，辛苦。嗱，各位老細要睇邊款車，我哋在手140台現車，首付點個小風車，留言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嚇。你要 ES 好啊，要200啊、260、300，我哋都有做。新少少2萬公里嘅，1年多啲嘅車就20宗。留言俾我，點個小風車。風車點一點啊？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。凌志而家仲有啲係超級抵玩嘅，譬如話呢一台，你話唔中意 SUV， 中意去高啲闊啲嘅，10多啲6800。說車不說價，生意做不大，13萬。自嘅 M 叉 200T 啊。正彩17年5月份上牌，性價比好高嘅進口車，17年5月份上牌嘅話，8年車係咪啊？8年車開咗幾多公里？車開了多少公里？大家猜一下。8年車正8年公里8年車8萬公里係咪先？大家猜一下。喂，灰呢啊，灰黑嘅內飾，黑籠嚟嘅，石英鐘標有，多功能方向盤都有下呢一台。年車先開咗幾多公里？冇人估到嗎？8年車都冇人知啊！開5500都40啦，係咪啊？都要4萬公里啦，係啊，係咪啊？咁8萬公里，但係呢台車1年開5000公里都唔到。就係32000公里，1年開個4000公里到。車，嗱呢台車而家賣緊136800，好過你去，係咪啊？威蘭達好過 B。揸得凌志必須人生如意，13嘅車保實標精品車況，中意家用接送。代步都非常之合適呢台16800，仲呢台汽油版本2.0大 T 嘅，感興趣我哋嘅凌志點個小風車，我直發送過嚟俾我，好唔好？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俾車兩個字，一定要發過嚟俾車。發過嚟冇。車有靚車都冇辦法發到俾你啦，好唔好？下一台，生活嘅線我一定要留言給我喎。嚟，仲有咩車啊？哇！中唔中意？又大，車頭燈又大，架車又大，又硬又長又粗嘅車啊！型唔型先呢一台？阿宇啊，聽下。個微信俾帥哥，關得好大片，你知嗎？歡迎各位老細入嚟直播間嚇，睇下呢台大豬豬，咪等佢走。中意啊！哇！緊要喎！
喎，大豬豬喎，哎呦，8大心臟喎，真男人要開嘅大 V8。台車佢依家準備去停車啦，你去停啦，等佢停啦。嗱，正唔正？台嗱，大豬豬，要不要200個？有走。新車落地接近300個，但係依家200個都唔使。原版原漆幫你慳成球嘢喎。係喎。哇！老細嚟蠻勇㗎，嚟慳成100個。真男人要開嘅大 V8，有冇人中意大豬豬嘅先？中意飄過1，唔中意飄過2。我睇下你哋中唔中意先。上班俾一部 S480同埋 G500得住個位啊！咁 G500 喎，先唔讓都唔得嚇！你哋話中意啲車頭燈，大過車隻頭啊！呢個車頭燈又圓又大一隻。呢台咧係2024款新款，24年8月份上。新車落地去到成300萬嘅，但係依家又話問我200萬，版原漆精品車況，透明車衣都有嚇。V8 真男人開嘅 V8，嗱仲有呢一條線，呢條線係要選嘅喎，呢條線唔係原廠我選嘅喎。大家知唔知呢條線有咩用先？有冇人知道呢條線有咩？原本咧呢條線選配落嚟咧係愛嚟測下水位，但係其實佢真正嘅用途咧，大家知唔知係乜嘢？嗱，你哋揸大豬嘅啲渣男啊，啲朋友唔可以話渣男，你發唔發覺坐喺副駕駛啲妹妹隻都好長嘅喎，長溜溜嗰條腿。嗱，呢一台。水位線之外咧，仲係測試副駕駛嘅一個。你條腰線超唔超到呢度先？你個跨位到唔到呢個位置？嗱，到喎，唔到喎，咁我冇辦法，冇得坐。車係性價比高嚇。嗱，呢條咧就係測試下啲副駕駛。嗱，呢台方盒子大備胎。G500 4.0 V8 心臟，你睇下啲咆哮，中唔中意先？嚟13000公里嘅車，依家買喺98萬8，係直接幫大家慳咗成1。感興趣 G500 嘅朋友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。遲啲冇 V8 㗎啦，呢隻 W 係啊，佢呢台車嘅話咧。㗎啦，依台車屬於係最後一代大 V8 心臟500嚇，聽講咧係咁樣嘅嚇。嚟，下就過了不？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的？一上車一上咧，副駕駛時好熱，笑死！即係大豬啲空調唔得係咪？啲嚟呢邊仲有呢啲車型啊！知唔知呢台咩車先？咁樣嘅造型，我 CLA 我就一下一夜就俾你2巴啦！呢台看上我怎麼下單 C43唔啱，差唔又要幾多？冇錯，係 C 仔嘅價錢可以擁有到嘅，但係佢唔係 C 仔 BB。最尾轎跑都有個 C 喺度嘅。C 嘅大佬奔馳轎跑嘅大佬依冇咗啦CLS 同埋 EcoPace 合 CLE， 但係呢一台嘅話咧，依家用 C 轎跑嘅價錢。
2020年嘅6月份上牌，7萬公里嘅車，75萬 CLS 300嘅依家嘅話咧，5折都唔使，4折帶走。睇下個內，奔馳都出大豬了，你沒有？啱嘅，我都係冇噶啦，冇啊？點啫？我 D 冇出㗎係啊，係啊，4門無邊框車窗。原本嘅車身顏色貼咗個藍色嘅膜，你咁樣講搞到我節奏都亂晒。邊個啊？等我睇多下先。總有驚喜啊！我一巴你啊嗱！今日你出街啊，好嬲啊！入邊話誒，即係表面上邊扮到唔在意，但我個心已經俾你傷到，將我嘅心一塊一塊咁執起身，愛護下，因為每樣一腳掃開咁衰啊！嗱，呢台車7萬公里，幫大家慳咗足足50個 W， 新車落地156800，帶走 CLS， 大家都啊，包括車 S 嘅車 S 級嘅 GLS 都係大佬嚟嘅 ，CLS 依然都係大佬。呢一台帶走佢，仲買咩 C 橋啊？唔買 C 橋啦，是啦 ，B B。幫你啦。嚟點個小風車卡？保時捷也有718，你亦未有18。睇內色睇啦，睇多下先。你有冇18先？黐腰巴，笑死！你是黑的呢？嘅色板啊，加熱嘴啊，同埋加熱嘴嘅嘴。紅龍嘅一樣嘅 S 級一樣。嚟你話20幾萬預算，你買 CLS 啦，大佬嚟嘅喎，開出街俾到你係大。25萬6800，感興趣點個小風車，直接發送過嚟哈。咁啊有啲朋友話：哎呀，7萬公里有睇到太高公里數，喂唔需要咁高公里數嘅，睇下個細佬啦，不如。B B 依然俾到你4門無邊框車窗，其實睇外觀嘅 S 冇咩區別，除咗尺寸。OK。啊，除咗尺寸。22年7月份上牌24000公里款嘅 CLA 200啊，都俾到你無邊框。女朋友買俾老婆接送下小朋友上落班代步嘅，想要佢夠型夠好睇嘅，性價比夠高嘅呢一台預算可以帶走啦。10幾萬嘅預算就能帶。LS 嘅弟弟 CLA 啊，嗱，依家嚟呢台172800帶走10啊！感興趣嘅朋友中意我哋嘅轎跑車，點個小風車，看出2個字發送過嚟。應該有奶爸喎。奶爸台啊？邊度係新翻㗎？孔蒙啊！哦，呢台。我咁多位老細，你哋最中意嘅孔蒙茲使用買嚟呢台啊！喂，呢台你哋話之前話唔理佢 L9嗰啲嘅話咧，我話咧係 M9啊 ，M9 2024款增程式42咩啊？嗰個叫千雅。24000公里嘅啊，頂配喎，40。話大家話佢嘅自駕會好好多喎。有冇開過華為嘅屋企嘅車㗎？有冇人真係咯咁大嘅？好大喎，長好多。
啊，我唔識點講我都佢，未見過兩，都未見過我都唔識點講。光雷達都有啦，418800啦，懂得來啦，鴻蒙之時。M9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2萬幾公里。哇，好攰啊，腰骨痛添。坐陣先嗱，Ultra 版咧，除咗嗰台之外咧，仲有呢依家嘅蘇7翻咗嚟好多客，包括你想要嘅咩鋪版都有客 Ultra 啊。我哋爭個畫窿版。嚟問下大家先，好快啦，快到幾多公里啊？有幾快？幾多功率啊？真係好快。馬力去到多少匹？有冇人知道先？知道就告訴一下我。馬力嚟呢台咧係小米嘅蘇7 Ultra 性能版本，真係到依家2個月嘅車啫噃。2個月嘅車500公里，4字頭帶走。黃色嘅外觀，黃色嘅內籠，啊，好似台蘭博基尼咁啊！碳塗擦車啊，都俾到你嚇，大沙發、大柴啲，仲有冰箱。係啦。依家2個月嘅車500幾公里，幫大家慳咗18000可以帶走呢一台。蚊姐喊到彈彈。蚊姐咧高位收，依家咧直接讓你啊係蝕本啊！478000嚇，感興趣點個小風車？就行啦嚇。而家咩價位？325要新嘅定舊嘅啊？閒啫噃。好似講緊黃金咁。甜妹，要看325飄個1給我。20左右啊。20來萬，10幾萬。嚟俾你睇台新款，10幾萬預算。新舊的都是20多。對，想要看什麼車型，記得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哈。會下方小風車留個言俾我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。啊，呢台舊款，呢台新款。新款紅色行唔行？新款紅色。行啦，還有白色的。白色的。嚟呢台都25啊 ，LI 嘅 M 運動23年10月份上牌。8年半嘅車，但係公里數先行駛咗係13000公里，一點開啊，年幾車先13000公里嚇。呢台車嘅話咧，紅色嘅外觀，中式嘅內籠，中式嘅內籠，對不對？嚟睇下啦，4K 嘅連屏，8氛圍燈全部都有齊晒啊！哇，少有空間。啊，獨立嘅出風口啊，空調調節都有嘅喎，全景大天窗。開心就因為嗰個紅色得，跟住後邊佢話有冇其他顏色？有冇？話必須有其他顏色啦，我哋325依家好多車啊，7台車。第一款嘅、23款嘅、藍色嘅、紅色嘅、白色嘅都有車。我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紅色咧。但係佢二手車嚟計嘅話，佢嘅即係性價比會更加高啲。嘅年份你去買白色、買黑色，可能價錢至少貴1萬，至少貴1萬。但係咧，你買呢台車平1萬蚊，你要花貼過你中意嘅膜就得㗎啦嚇。嚟感興趣點個小風車留言發送過來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甜妹，我將我哋2032、5330加埋嗰15台現車喺度，我全部都可以揸新款嘅320嘅話嚇。舊款嘅330啱唔啱？唔會麻煩㗎，好簡單嘅咋。依家自己手機上譬如按手機上邊都可以操作嚇。嚟，感興呢邊仲有一台，呢台話33。你哋更加注重嘅係動力，更加注重係操控嘅話，
佢俾到你係5係嘅一個動力操控嚟嘅嚇。藍炭黑色嘅我22年7月份上牌，呢台車都好抵買，先2萬公里保實標9800。19800。中意動力好嘅你就揀佢嚇，中意新淨可以嗎？必須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嗱呢隻係紅龍嘅。啊，好新嘅，有機尾擋把啦。呢台舊款，嗱睇到呢台，嚟睇到下呢台啦。新款就連屏機尾屏嘅個屏更加大啲啊，分辨率更加高啲咯。ID8 車機擋把會更加慳空間啲咯。咁樣得唔得？係，你睇下啦，好新嘅紋，條皺紋都冇，一條皺紋都沒有。如果你個俾我麻煩我哋。如果你話貼膜俾我麻煩嘅話嚇，你睇下先，內飾空間都夠。嗱有白色㗎，唔緊要，只不過我哋冇擺喺展廳啫嘛，後台都有。看看現在有多少台先嚇？三係一共有9台車向黑色、紅色、黑色啊，白色啊都。小風車看車2個字，詳細嘅車況高清圖或者係。都免費發俾大家睇，車況同埋位置後台留言，係留言睇，你得閒過嚟試車，睇啱邊款先睇下。跟住舊款嘅22款嘅未改款，22年嘅7月份上牌27000，19萬8，咁佢個屏個屏咧仲係分段，睇下啦，中籠嚟嘅。前面你留言給我，把那個看。你嘅時候威時候先，我發資料俾你睇，放心唔需要唔打擾，參考一下得噶啦，好唔好？唔會窿住你嘅。放心嘅嚇，我哋呢邊。嚟，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啊？誰要看X5嘅老鐵們，介紹一台性價比超高嘅叉。係啊，如果話要買 X5公。啊，藍色激光大燈360全車影像啊！啊，乜嘢配置都有。呢台咧先叫做純黑嘅黑色，跟住電動嘅收縮踏板，菱形縫線拉哈曼卡頓音響，氛圍燈都有嚇。呢台青啊！呢台係40 Li 加長。朋友，跟住仲有我哋嘅呢度天地門設計車，嗱 X5啊，寶馬嘅 X5啊，坐爛咗係嘛？款啊，到依家一直沿用至今嘅天地門設計，半睇星星睇月亮，釣下蝦、釣下蟹、釣下魚、釣下金龜細都得。攰咗你拆咗佢，放低後排座椅就瞓覺得噶啦。空間 X5啊 ，X5啊，落車先等我垂落嚟，關門唔會斷噶。你坐個重量級人物。嗱呢款嘅話咧係2023加 Driver 40 LIM 運動嘅啊，一個X5大嚇，依家53萬8可以直接帶走嚇。中意嘅話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，甜妹記得發送你的小微小信俾我，好不好？咁我落播啦噃。嚟，歡迎各位老細入嚟直播間，啱啱開播，我哋嘅718未準備交車啦。俾邊位老細已經提走咗我嘅718啦，歡迎進來直播間咯。呢邊係蚊仔聊車，我係主播車車，未點關注點幫關注先嚇。你應該係過戶啊！直播間咁多位老細，幾時到你哋過嚟揾車車過嚟提車過戶呢？歡迎入嚟呢邊喎。送酒，含淚送酒。呢台718多少米啊？30出頭價錢可以帶走。未賣咗未啊？賣咗啊！30萬嘅718，
不過唔緊要，呢台咧賣咗全車 GT4嘅包圍，前啊後啊尾翼啊都係嚇。你可以留個言俾我嚇，31萬幾啊！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。仲有睇下先啦。呢一部咯，就係啊，呢一部嘅話，依家準備辦緊手續，睇佢過唔過咯，唔過就係你嘅咯，留個言俾我。可以有下一台㗎，我哋呢邊係專業做二手車嘅，跟住嘅話140幾台現車喺度，你要嘅保時捷、奔馳、寶馬、奧迪全部都有車嚇。留個言俾我，看車兩個字01，睇車718兩個字或者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車就得㗎啦，好唔好？好多嘅，嗱一齊睇睇我哋展廳有咩啱大家心水嘅車先，好唔好？唔一定下一台有大尾翼，即係但係呢一台係呢一台嘅話就有大尾翼，有 GT4 嘅包圍嚇。咁下一台咧，你留言俾我發俾你睇。啊呢邊嘅話咧，開始睇下我哋展廳有咩在手嘅現車先。BBA 嘅寶馬、白馬王子18萬幾嘅530，跟住呢邊仲有4系425、430敞篷嘅4門嘅2門嘅，我哋通通有車嚇，通通有車。嚟大 GT4 好少係咪啊？咁嗰台咧就賣咗咯，咁啊你想要啊睇下有冇緣分再收多台翻嚟俾你咯。賣咗過緊戶，但係如果啲手續辦唔落嚟嘅話就係你嘅咯，好唔好？留言俾我先，718三個字發送過嚟，點擊下方小風車。嗱，點個小風車718發過嚟俾我，好嗎？我發資料俾你睇。跟住呢邊嘅話，仲有我哋嘅小米啊，新能源嘅車。小米嘅 Show 7 Pro 版、Mix 版、Ultra 版都有啊！大家知唔知小米 Show 7嘅 Ultra 佢嘅馬力去到幾多匹？有冇人知道先？直播間咁多位兄弟，有冇人知道先？嚟呢邊嘅話，仲有我哋嘅 Taycan 啊 ，Taycan Turbo 啊，直王啊新車落地180萬，但係依家只需要5字頭可以帶走，直接幫大家慳咗120幾萬嘅喎。啊呢台成個展廳入邊。性價最係算係最高，展廳價錢當中啊，新車價同埋二手車差價最大嘅一台車，而且19000公里幫大家慳120個 W 原版原漆。仲有呢台，仲有呢台7系740 Li 5字頭，仲要行政版本滿配嘅一台車啊！車兩位王者都 R7係1500匹唔準確，1500匹唔準確嚇。S 級如果覺得7係太過之運動，嚟一台更加商務啲嘅立標 S450，嗱好新淨嘅。嚟呢邊嘅話，仲有睇完寶馬，睇完奔馳，必須嚟一台奧迪。奧迪進口 A7，當年新車落地進口嗰陣時70幾萬落地，但係依家呢一台2萬零公里數，3字頭可以帶走，2萬零公里。可惜個A8 暫時冇。 D 級車嘅3台王者已經出咗。係啊 ，D 級車3台王者，我哋用叉台 A8。如果你哋手頭上邊揸住有啲車開現咗，或者係多車開唔切嘅話，買車賣車置換車，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。未點關注記得點一波關注支持一下嚇。有冇霍希嘅兄弟啊？揸緊霍希嘅奧迪嘅兄弟啊？嚟呢邊仲有我哋嘅扮豬食老虎，睇落似 A5 嘅。實際係咪 A5 呢？我哋等間轉頭翻嚟睇好唔好？嚟呢邊嘅話，仲有非常之多車等緊大家過嚟睇下。嗱，仲有我哋嘅一個5系一排20幾台5系喺度，540 3.0直列6缸發動機，直列6缸發動機，525、530、540都有車，10幾萬預算揸5系。有台軒嘅呢部賣咗。呢台咩啊？頂配喎。咁快賣咗啦350專享。哇！呢台賣咗咯喎，今日賣嘅嚇。嗱呢邊仲有我哋嘅530雙 L 大燈嘅都有嚇。係，仲有我哋嘅330啊、330、325啊，全部都有車。仲有我哋嘅561對標車型嘅小動物，大家中意嘅小動物。係同5係可以咬手瓜嘅。係啊，同5係對標車型，但係咧佢馬力啊、空間都夠5係大，但係5係啊、E 級啊冇真皮座椅，佢有，佢有20幾萬預算啊！依家同年份嘅 BBA 冇佢平，係啊，馬力冇佢大，冇佢咁新。即係如果係按 BBA 嚟計嘅話咧，佢已經係可能跌落咗 BBA 之下，但係佢嘅動力唔差嚇。嗱，依然
E 級必須有車，立標 E300有車嚇。 300會。車一天要換幾多套服裝？呢套中唔中意？呢套好唔好睇先？好唔好睇先？今日有冇睇我上午直播嘅？覺得呢套好睇定上午嗰套好睇？呢套有啲小心機。小媽風嚟呢度就有立標嘅 E300、E3款、E4款都有嚇。A6、ES、雷克薩斯、揸得凌志、人生如意嘅 ES 都有車喺度嚇，好性感啊！多謝你啊！如果我係你哋嘅女朋友，係你哋嘅老婆嘅話，我喺屋企，你會幾點翻屋企咧？今晚翻屋企嚟呢邊 ES 揸得凌志，人生如意。嗱，廣東人嘅三件套係乜嘢先？大家知唔知？廣東人三件套是什麼？四件套係乜嘢？拖鞋、短褲、拖鞋背心，跟住飲沙士揸凌志四件套，你哋有幾多件先？嗱，廣東人四件套，拖鞋、背心、飲沙士同埋揸凌志，你哋完成咗幾多件？話俾我知。啊，話俾我知。撈歷史，同啤酒嗰套一樣，啤酒嗰套一樣咩啊？邊度啊？跟住仲有呢台超音速太銀嘅，呢隻銀咧緊鳩要喎，離遠睇似灰色，離近睇似金色，跟住陽光底下睇嘅話似銀色，三種顏色集為一體嘅，變色龍一體嘅 ES 200卓越版，然後三台喺度，嚇，銀色閃電。嚟揸得凌志，人生如意。係啊，佢個加速同佢個名一樣嘅超音速太銀啊！超音速太銀啊，係咪啊 ？OK，勞力士有乜嘢？嚟，仲有我哋嘅，哇！呢台車必須要同大家講下。嗱，你10幾萬嘅預算，你買凌志嘅M 叉嘅200T 呢台 M 叉M 叉200T 2017年上牌，到今年幾多年車？有冇人可以話俾我知？2017年到今年多少年的車，已經是8年車啦。估下呢台車開咗幾多公里數好冇？公里數低到不得了。估下先，等間同你講。佢大佬 R 叉都有車下屋企。人心 R 叉有啊。R 叉只有300冇200。R 叉有300冇200嚇。嚟呢邊仲有40萬嘅一個路虎攬勝運動啊！仲有我哋寶馬3嗱，同大家介紹咗一輪啦，我哋展廳7000幾個方，140幾台現車喺度，大家要了解乜嘢車？大膽飄喺公屏上邊話俾我知，好唔好？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告訴一下秋秋嚇，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俾大家嘅10零萬甚至幾萬蚊嘅奧迪 A3，我哋都有車 ，A3 都有車嚇。估下車行咗幾多公里？530耀夜。530嘅專享係咪啊 ？M 運動就係M 運動耀夜套裝專享版本有車，要幾多年款嘅話俾我知先，好唔好？嚟，幾時換咗衫？啱喺直播間換嘅，一件變裝，咁樣入出嚟就係呢套衫啦。嚟 OK， 跟住嘅話呢邊嘅話仲有啲保時捷啊，同埋呢台大豬豬啊，大豬豬嚟。有冇男人嘅夢想之車？你哋嘅男人嘅夢想之車專卡係邊一款？可唔可以話俾我知？可唔可以話俾我知？有冇男人嘅專卡係呢一台？係啦，如果大豬豬，如果你哋嘅專卡報上嚟，G500，將你嘅專卡報上嚟。係，我攞翻嚟揾啦。4.0T V8 大心臟 G500 24款啊，行駛咗公里數13000幾公里，原版原漆，新車落地300幾萬，依家嘅話只需要1字頭帶走。1字頭帶走嚇，呢台，哇！大豬豬啊 ，V8 啊，真男人要開嘅 V8 大心臟啊，仲有呢條線啊，都係選配嘅。問下大家呢條線咧，大家都知道係攝水線、水位線係咪？但係其中一個用途啊，就係測水位，仲有一個用途，大家知唔知係咩嘢先？呢個用途絕對係車主一定要加錢揀嘅。加錢揀嘅呢個用途嚇。嗱，大家有冇發覺你身邊嘅兄弟啊，你或者你自己揸大豬嘅副駕駛坐住嗰個妹妹或者哥哥都好，一唔係8塊腹肌嘅小哥哥，一唔係長腿嘅妹妹長腳蟹。咁啊，呢條線咧係我哋做咩㗎？一個成尺高喎。測下你嘅跨位到唔到？嗱，到唔到呢個位置？你睇車就唔到啦。車跨位仲差啲。
嗱，車要高翻成5公分先可以坐到呢台車副駕駛。係啊，呢個叫做測試你嘅長腿夠唔夠格坐副駕駛嘅測腿位線。K K 得係嘛 ？OK， 我唔得。嚟呢台，仲有我哋嘅一個子彈上膛嘅聲音啦，必須有嚇。而且嘅話咧，大豬豬嘅備胎啦，大豬豬嘅備胎啦。跟住嘅話咧，我哋睇下內籠有咩咁緊要先，各位老細睇下。嗱，紅黑雙拼嘅內籠，紅色嘅安全帶，3把差速鎖，仲有我哋嘅連屏啊，仲有我哋嘅一個呢個扶手有咩用㗎？尖叫用嘅。有冇人知道呢個扶手有咩用嘅？仲有大柏林之聲嘅音響嚇，通風加熱啊嘅座椅、電動座椅全部都有齊晒嚇呢台。嗱，這一台呢就是我們的大豬豬啊，G500 2024款24年上牌，行駛咗公里數13000公里，新車落地成300萬嘅車，依家直接幫大家慳咗接近一球嘢。直板報價係198萬8啊，198萬8。一年車嚟嘅喎。一年車1萬幾公里，198萬8可以帶走。各位老細，感興趣可以點個小風車。點解咁快賣？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給我就行啦。點解咁快賣啊？你知我點知啊？係咪啊？即係車主啊，開住呢台大豬豬3把鎖鎖唔住佢嘅他，所以佢傷心過度賣咗俾我哋啦吓。嚟，仲有咩車要睇嘅？各位老細，想要看什麼車型，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吓。咁啊，再同大家講下比較適合家用少少嘅車啦。唔係一排排咁多啦，同大家講下啲5C啦，好不好？來，不是對你不在意，而是哥哥你沒有開5C，給大家介紹10幾萬預算可以揸嘅，唔係，再多把鎖都鎖唔住佢嘅心。咁啊，其實鎖啲好虛嘅啫，靠乜嘢啊？靠真誠，真誠就係必殺技，明唔明啊？真誠。嚟呢邊同大家介紹一台天使眼大燈嘅，天使眼大燈嘅唔係530Li 領先嘅 M 運動套裝喎，白馬王子嘅配色，白外紅內嘅，呢台車係2018年9月份上牌。啲火紅的心喎。火紅的心。係喎。啱先後邊台卡宴多少？卡宴有卡宴 S。白色嗰台係咪？白色定係灰色？嚟呢一台嘅話咧，18年9月份上牌65000公里嘅車，依家直播間報價係191800。191800，你老表仲要你去買咩日系啊？亞洲龍雅閣，我一嘢就叫佢買呢一台啦，191800。灰色係咪啊 ？OK， 帶你睇睇呢台嘅話咧，191800揸530啊，感興趣留個言俾車車。王子入邊加埋點個小風車。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。係啦，家用又得，操控 OK， 空間夠大，性價比夠高，一字頭首付1成萬幾蚊帶走嚇。想做白馬王子嘅記得留言啊！係要做白馬王子嘅記得留言俾我嚇。係啊。寶馬 i3冇啊，寶馬 i3未有啊。i3 係13、14萬。i3 好平啊，13、14萬得㗎啦。嚟。說什麼聽不懂？我說你人美嘴巴甜，一看就不差錢。我不服天不服地，就服 CC 老闆。你有實力，你要看什麼車？你告訴我好嗎？嚟呢邊灰色嘅係咪啊？旺仔啊，旺總嚟呢邊睇下，旺總嚟呢台卡宴嘅 Coupe S， 呢台係 S， 好似車咁 S 嘅喎。嚟，我差邊啲啊？嚟呢一台2022年2月份上牌53000公里嘅車行，卡宴嘅 S 2.9T 嘅150萬落地嘅價錢。姐老鄉。Hello，係啊，李老師你好。廣寧㗎。係啊，廣寧啊。係廣寧㗎。係啊，廣寧㗎。哦，喂。係啊。來到悶鐵那個不單止遇到老師，是的，是的。遇到美女主播也是廣寧邊度㗎？石災。石災隔即係深水埗嗰度喎。跟住去深水埗隔離條村係隔離村。喂，冇錯。我諗唔到廣寧都有咁多靚女主播。梗係啦。肯定啦。呢度。係咯。
係啊，必須啦，大家庭帶出嚟嘅。係啊係啊，大家梗係靚女靚仔啊嘛，今日幾多人齊整整係嘛先？係啊係啊係啊，舒服啊，食飽舒服啊？舒服，有空調啊，鬆那必須得有啊，但是人家現在已經在外面曬着直播的很多了，係咪啊？你出去曬一下先吧。啊好啦，好。有嚟歡迎各位老細又嚟直播間客嗱，我哋都話今日展廳嚟咗好多二手車嘅老細啦，係咪先？我哋嘅蚊姐李老師啊都有喺度，係又話佢偶像。你個偶像係咪啊？咁啊點個關注先啦，等間嘅話揾佢哋傾傾偈好唔好？你未點關注點個關注支持一下先，點個關注支持一下車車客，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睇全場車源表客，歡迎各位老闆進來直播間咯。差唔多成個廣東省好多嘅出名嘅。係二手車界，二手車界出名嘅車商都喺晒我哋嘅辦公室入邊，喺晒辦公室入邊嚇。未點關注點波關注先，仲有咩車要了解嘅嚇？嚟繼續講翻台灰色嘅卡宴先好唔好？別齊佢嚟，啱先要睇我哋嘅一個卡宴嘅老細喺咪直播間喺度話飄個1俾我，啊看車飄個2嘅喎啊，嚟強強聯手。千里發開二。今日嘅話咧係啊，今日嘅話過嚟聚會一下。呢一台咧係2022年2月份上牌53000公里嘅車，卡宴嘅 Coupe 轎跑，仲要係 S 喎。S 代表乜嘢？有冇人知道先 ？S 係咪代表好似車車咁索？唔係。係乜嘢？有冇人話俾我知？係。嗱，俾你睇下。嗱，呢台車咧要轎跑車型先有2個尾翼嘅。嗱，呢邊一個尾翼啊，呢邊仲有一個尾翼嘅喎。呢個叫做 Cayenne 嘅 S。S 代表乜嘢先？知不知道 ？S 不知道，我待會告訴你。嚟睇下個內飾，正啊！石英灰嘅外觀，紅黑雙柄波爾多紅嘅內籠，14向電動座椅啊，羅盤啊，同埋我哋嘅一個台顯啊都有啊，仲有 Boss 音響啊，幾乎滿配嘅一台車嚇。啊，多少錢啊 ？OK， 馬上同你報價。新車落地去到選配落地埋150萬嘅車，150萬嘅車，依家直播間行駛咗53000公里嘅車，3年車53000公里。直接5折帶走，72萬8，72萬8，可以帶走它。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呢台車留言俾車車發看車2個字，看車2個字啊，發埋你嘅小微小先發過嚟俾車車，全場車源表、車況檢測報告，通通發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嚟 S 係咩意思係嘛 ？S 唔記得同大家講喎，係咪啊？卡宴 S 代表嘅係咩啊？性能啊，更加之強勁啲，調教啊動力更加之猛啲，中意操控感，中意後生啲，中意運動啲，直接揀台，好唔好？啊，更加爽啲，你踩油少哇，啲腳法點踩都可以好快啊！2023年嘅 Q5有冇貨啊？我要幫你揾揾喎。後台睇睇先。我睇下先喎。嗱，我哋依家在售啊140幾台車，哎呀，今日賣咗4台喎，得翻136喎。得翻136 ，Q5 有一台45嘅豪華動感，9萬公里，價錢未出，應該係10幾萬嘅預算可以帶走啦嚇。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，看車2個字，睇車2個字，好唔好？718有一台，有一台但唔喺展廳，31萬，31萬718 GT4 嘅包圍，大尾翼30萬1000幾31萬幾啊！點個小風車，魚頭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車好唔好？嚟卡宴就睇得788啦，普通版嘅又有，性能版嘅又有，要邊一款我哋都有嚇。嗱，再睇下呢邊有咩車啱大家心水先。好多都有啊。嚟看一下先。凌志。OK， 揸得凌志人生如意係咪啊？啱先嚟到呢個區域嘅話，大家都覺得非常之啱心水。人家話 BBA 只係過渡，最終嘅歸宿係咩咧？最終嘅歸宿，那必須是我們的凌志啦，係咪啊？嚟325有啊 ，Yes 白色㗎 ，Yes 依家有2台藍色，一台超音速太銀，白色嘅話咧賣咗，你可以留言俾我，到時有車發俾你睇，嚟睇下先。325 LIM 運動搖嘢要幾多年款嘅？幻覺同埋 CC 話俾我知。嚟呢一台廣東人4件套，拖鞋、背心、飲沙士，仲埋揸凌志，你哋完成咗幾多樣？完成咗幾多樣先？
0至 ES200 卓越版本呢台超音速太銀嘅顏色，嗱超音速太銀嘅顏色咧，佢有3種顏色呈現俾到你喎。離遠睇嘅話咧，佢係似灰色，離近睇似金色，太陽底下睇咧，佢就係銀色，咁啊叫做超音速太銀。外觀非常之新淨，內飾仲加之新淨，一啲使用痕跡都冇，保養得非常之好，啲質感超級正。嗱，呢台咧就2020款嘅21年上牌，行駛咗43000公里嘅車，要空間大，要家用嘅，要故障率低，要保值率高嘅，加油加水就可以喐嘅。嗱，呢一台車一車傳3代，下一個我就不說了哈。如果你爸說送這台車給你，開完了開壞了再換車，你不要去買。嗱，呢台21年上牌43000公里，當時新車落地去到37萬幾啊，仲要等半年先可以提到車。但係依家嘅話咧，43000公里直接一字頭帶走係183800，183800可以帶走呢台車。嚟大餅乾同埋蘭蘭啊，中意我哋 ES 嘅朋友點個小風車。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睇車，嗱點入去睇車2個字發俾車發資料俾你睇。3台 ES 現車啊，係3台 ES 現車，如果唔中意呢個舊款，覺得佢冇得觸屏嘅，唔緊要，仲有呢一台。我呢台可以觸㗎，係冇錯，呢台係改款之後21款嘅，新款嚟。21款 ES200卓越版22年3月份上牌嘅，你睇下個內飾。是不是3唔係？哇！呢台 ES200嚇，嗱個屏咧係靠前咗嘅。可以觸屏嘅，帶無線 CarPlay 嘅，座椅保養得非常之新，黑籠嘅，藍外黑內。咁啊呢一台車嘅話咧，價錢方面係178800，178800攞到當時新車落地36萬幾落地嘅車，依家178800，足足慳咗幾錢啊？慳咗接近20個 W， 係咪啊？嚟咁興趣嘅話咧，中意 ES 嘅，中意 R 叉乜叉都好 ，LS 我哋都有車嚇。感興趣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，後台留言俾我你喎。ES300都有嚇，點入去睇車2個字，我會將在售136台現車資料，低至8萬幾蚊起嘅奧迪 A3，我哋都有車，留言俾我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ES300嗱啱收嘅，嗱呢台啱收嘅，6000公里，279800。點個小風車留言看車2個字發給我，嗱你哋手辦咧上排啱啱報25款嘅最新款，一下子已經買。係啊，25款嘅行政版我哋又賣咗，而家收咗台23款嘅翻嚟，中意留言俾我，手快有手慢無，好唔好？嗱呢啲車嘅話喺廣東人嘅心目中地位係非常之高嘅，非常之高嘅，冇錯。感興趣可以留言俾我，嚟包括SUV 都有嚇。呢個 M 叉性價比都超高，嚟問下大家，正常嚟計，如果8年車俾你開嘅話，一般開幾多公里先？8年車俾你開，你如果8年嘅時間，一般可以開到幾多公里？有冇人可以答下我？開幾多公里 ？MPV 車有325係咪 ？OK， 325幾多年款㗎？24款係咪啊？有。嚟估下呢台車，講完呢台性價比超高，馬上睇325。8萬公里。8萬公里，5萬左右俾你開嘅話，00同埋男神。如果俾我開嘅話咧，我應該都係8萬公里左右，因為我開得比較多，上落班代步啊。嗱，呢一台8年車，呢台2017年上牌，行駛咗公里數32000公里。係咪17年上牌，2.0T 4驅。當時落地價錢去到42萬呢台車，40幾萬，42萬，32000公里啫，保實標。32000公里。你睇下個內飾幾新淨，超精品。你睇下呢啲座椅一條皺紋都冇，好新淨。嗱，好新淨。唔可以叫精品咯喎，嚟呢度叫咩啊？極品係咪啊？極品嘅車，超新呢台。零磨損啊！哇！2017年上牌嘅，行駛咗公里數係32000公里，當年新車落地42萬，但係依家直播間報價138800。138800，家用代步，空間大，又慳油又夠力。呢一台車感興趣留言俾我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，看車
發送過嚟俾車車。絕對好開過 ES200。係咪實表啊？必須保實表。必須實表。保實表，無火燒無水泡，全部精品車況。來325。325，要睇三系嘅朋友飄個1俾我睇下先。有邊個要睇我哋嘅三系嘅？飄個2我看一下。咁我嚟到呢度咧，我必須要介紹呢一台，必須要介紹呢一台325，性價比超高。點解咧？第一，呢個顏色買二手車嘅話咧，佢相對嚟講冇咁保值，平過啲黑色、白色成萬蚊。冇錯。嗱，呢一台咧係2023年10月份上牌，公里數16000公里，325 LIM 運動2年車未到，16000公里。嗱，睇下個內飾，中籠嘅。全新嘅 ID8 車機，4K 連屏蘭花指擋把，空間又夠大，加長版本嘅，後排嘅電動後排嘅空調調節都有嘅。嗱，紅色嘅外觀，中式嘅內籠，16000公里嘅車依家賣緊209,800，20.9千八，精品車況，仲帶個透明嘅車衣俾到你。除咗呢台，仲有其他顏色啊？除咗呢台嘅話，仲有其他顏色嘅 CC 同埋空白。嗱，我哋在售嘅話咧，有136台車實時更新，想要睇咩牌咩型號嘅，點入去搜就得啦。我發呢個資料俾你睇，點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看車2個字。有。留低你11位財富密碼，留低你11位阿拉伯數字俾我，唔需要唔打擾，好唔好？有黑色，有白色，有中籠，有紅籠，325、330都有。不如介紹一台330俾你。330得唔得？睇下先。330俾你睇下嚟，好唔好？幻覺。三系喺後台有10幾台都。係後台有10幾台三系喺度，但係呢度有一台性價比超高嘅330，炭黑外觀，紅色內籠，睇下個內飾先。大台顯嘅三系見過嚟。雞髀擋把最後一代。雞髀擋把，冰川女文版，內飾都非常之新淨。呢台2022年7月份上牌，公里數2萬公里保實標。呢台車新車落地40萬，新車落地40萬嘅330高功率同埋5系一樣咁大動力嘅。咁依家直播間報價幾錢啊？21.9千八，揸大台顯嘅大馬力嘅330啊！嗱，好好操控嘅，因為佢短啲啊嘛，車身短啲啊嘛，標軸版本，中意動力強啲、勁啲嘅，咪直接揀佢21.9千八。冇錯啦。點個小風車，山師，冇錯，2萬公里，點入去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車就得噶啦，好唔好？全場車源表發送俾大家睇，係嘛？留言給我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好。咁如果話你話又想要更加新淨啲，又想要配置比三系要高，要對標56E 嘅車型，二手車嘅價錢更加之香啲嘅，咁睇呢台，看一下這台，立標 E260啊，立標 E260暫時冇喎，E300，或者立標 C260都有。E60有C 嘅。但係呢一台對標嘅車型咧係56E 嘅。XFL，嗱呢個動物咧好猛喎，跑得嗱3條腿嘅喎，3條腿，3隻腳嘅，大家知唔知呢隻係咩動物先？知唔知呢隻係咩動物先？呢個廣東人唔叫佢叫捷豹，古之後捷豹，知唔知佢叫乜嘢先？廣東人2個字嘅。要20幾個買部5系好啦。買部5系好啦，5系都有，19.1千8都可以揸5系。嗱呢台對標我哋嘅。56E 嘅車型，捷豹9，你話攝影師啦係嘛？Ergo， 我係豬大笨象。嗱呢隻睇前邊就知道啦嚇，好鬼兇猛嘅。嗱你睇2條犬牙幾大隻。嗱呢個咧叫做豹，佢嘅牌子叫捷豹。咁佢嘅廣東人有冇廣東廣西嘅老友嘅喺直播間先？有。我哋一般唔叫佢叫捷豹嘅，叫乜嘢？大家知唔知道先？叫阿貓。叫什麼？叫阿貓。阿貓。阿喵。752.0有啊，叫積架冇錯。呢台咧就係我哋嘅積架 XFL。咁內外觀嘅話咧係同埋賓利同款嘅英倫綠。2023年2月份上牌，24000公里嘅車，直播間報價係22.6千8。
2268。嗱，56E都冇嘅真皮，佢有全車真皮內籠嚇。跟住我3塊液晶顯示屏， 20幾萬就可以得到同個兄弟一樣百幾萬嘅內飾。冇錯啦，20幾萬嘅預算開出成百萬嘅感覺，226800帶走，首付1成，2萬幾蚊可以帶走。三系嘅價格可以賣佢啦。三系價格可以賣到 2.0T 後驅250匹馬力，空間大，配置高，內飾夠豪華嘅，即架 XFL。點個小風車留言睇車兩個字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給我，好唔好？牛雜車喎，前貓後狗。前貓後狗啊？你講呢度啫係嘛？呢度有隻貓。睇睇後排啊，後排睇啊，俾你睇下啦。車子夠亮，向左轉12.68是什麼東西？嗱，睇啦，後排獨立嘅出風口都有，跟住呢個係咪無線充嚟㗎？呢個唔係。係咩嚟㗎？呢個就手機放。放手機嘅智能架，分段式嘅天窗嚟睇啦。揾我攞後台啦。後排調節都有啊，見唔見到？嚟後排嘅電動座椅調節都有喎。OK， 嚟感興趣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睇車兩個字留低你嘅時候威手先俾我得啦，好冇？嚟仲有咩車要了解嘅？各位老細，你唔好成啦你咪唔係好睇咯，唔中意咁簡單係咪先？無語啦你，真係是。嚟這邊要立標嘅乜嘢啊？呢部咩嚟？立標嘅 E 級係咪啊？係啦 ，E 級。立標嘅 E 級新款嘅 E300、24款、23款都有車客，感謝關注，未點關注點波關注先。奔馳啊 ，E 啊 ，E300啊 ，L 豪華版啊，新款嘅。如果你話想要牌面大啲嘅立標嘅，嚟呢一台嘅話咧係2024年4月份上牌18000公里嘅車，啊，依家賣緊係439800，原版原漆，仲帶透明車衣。睇下有冇原文先，冇原文。呢台。439800就能帶走它，感興趣留言俾我好唔好？嚟4398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18000公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車好唔好？仲有邊款車型要了解嘅，大膽飄喺公屏上邊話俾我知，再同大家去介紹一下，係嗎？好熱，好熱，都熱㗎。我哋直播間嘅老友記太熱情啦，仲有呢邊10幾萬預算嘅車，10幾萬預算，呢邊10幾萬預算仲可以買咩車啊？我哋係奔馳嘅 C260，C260。嗱，啱先你哋話睇3系嘅，不妨睇下我哋嘅 C260，10幾萬預算，呢台21款嘅。嗱，俾到你咧係單眼皮8粒燈珠嘅，仲有5星嘅 AMG 輪毂。仲有呢個 Night Edition 嘅一個名牌，呢台咧係21款，21年2月份上牌，45000公里嘅車，依家直播間報價178,000， 178,000，仲係來佬貨喎，仲要係進口車型，來佬貨翻毛皮雙拼紅色嘅內籠，冇錯啦，柏林之聲嘅音響，柏林之聲嘅音響，嚟，你哋話揀3系嘅，覺得佢嘅內飾唔夠精緻，直接上一台 C 級。C260 178,000，呢一台公里數少啲，同樣嘅配置，同樣嘅外觀。嗱，呢一台嘅話咧，26000公里，直播間報價係179,800， 179,800，嚟可以帶走嚇，179,800。睇邊台都得，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。蚊姐好忙。哇，今日仲有邊個過嚟我哋直播間睇下先，睇下先。我哋今日嚟咗好多二手車界嘅大佬過嚟，蚊姐呢個係邊個？大家知唔知？海哥啊，睇下邊個？好多人嚟。蚊姐今日忙到女主播。Hello， 你都好型啊！你真行。嗱，我哋好多二手車界嘅一個老細過嚟我哋直播間嚇，過嚟我哋展廳嚇。你哋諗到嘅、諗唔到嘅都喺度噶啦。你哋諗到諗唔到喺度啦。努力嚇！聚會啊！睇下3系睇啊，3系330好唔好啊？330好啊，定係325先？我哋都有。嗱，呢台車性價比超高嘅330 IM 運動，仲要耀夜版本，360全車影像，馬力嘅話咧高功率嘅，俾到5系嘅馬力嚟，2.0T 後驅200幾匹馬力嚇。嗱，牛角倒後鏡，睇
坦克外觀，紅色內籠，冰川女文版，仲有我哋嘅台顯哈曼卡頓音響都有嚇。冇錯。嗱呢一台嘅話就330，2萬公里保實標，22年10月份上牌，依家展廳報價係219800。21萬9800。20年嘅 E300 你有後台325有，20年嘅 E300嘅話，廿出頭可以搞掂啦。點個小風車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好唔好？嗱，我哋呢度嘅話咧，有325嘅話有7台車，136在售現車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睇車好唔好？325呢邊，325嘅話咧有新款舊款都有嚇。嚟呢邊呢台。呢個顏色咧，即係可能比較揀人啲。如果你中意嘅話，二手車買紅色性價比會更加高。係二手車嘅性價比會更加高啲，紅色因為會平幾千甚至1萬蚊，比起黑色白色嚇。呢台325 Li 嘅 M 運動，23年10月份上牌，16000公里嘅車，依家直播間報價係209800，準新新款之後嘅全新外觀、全新內飾嚇。嚟。流魔，買呢啲冷門嘅顏色咧，其實會優惠好多嘅。係買啲冷門嘅顏色嘅話，二手車會平好多嘅。嗱呢台得唔得？貼隻膜嘅時講咧，你平幾萬蚊喎。33022款嘅22年10月份上牌，2萬公里保實標。呢一台係23年10月份上牌，16000公里嘅車，209,800，209800。嚟，中意新嘅舊嘅都有，325發送過嚟或者330，點入我哋嘅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。記得點下方呢個4色小風車，點入去嚇，點入去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噶啦，好唔好？跟住仲有舊款嘅，嚟舊款，你哋唔中意新款嘅雪到 L 大燈，整一台舊款嘅俾你哋睇。呢一台呢個咧係到 L 嘅新款嘅，係呢台2022年7月份上牌，27000公里嘅車，325 LIM 運動198000，擺歪中呢，好鬼新。320嘅價錢嚟。唔中意蘭花子擋把嘅，中意有啲揸拿嘅大雞腿擋把嘅，即可以捉住嘅。氛圍燈都有嚇。即係有啲嘢。加長嘅，空間又大，配置又高，配色又好睇，198000，可以帶走，1成首付2萬蚊都唔使。中意三系嘅我都話後台好多車，馬上留言俾我阿 KK。劉魔阿黐總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給我啦，兄弟們。好多啊，好多車啊。啊，嚟呢邊，仲有呢一台，呢台叫 A5，係咪 A5先？扭條文睇下，嗱呢個4出排氣嘅喎 ，S 嘅運動包圍嘅喎，仲有尾翼嘅喎，嗱想要生活過點去開車必須帶點綠，嗱銀耳糖水嘅喎。同要無邊框車窗喎，紅色菱形縫線嘅喎，哎喲呢台車得唔得？碳纖維方向盤，碳纖維得啊呢台，呢台大家知唔知係咩車先？嗱好多人話，哎呀 A5 改嘅啫，係咪啊 ？A5 定係乜嘢先？嚟呢台，嗱呢個包圍仲有個 S5 個 logo 俾你嘅喎，猜一下是什麼車？假的。猜一下是什麼車先？30幾萬嘅喎 ，A5 咩？A5 咩？計埋美容片3萬。呢一台嘅話，新車落地幾錢啊？新車落地使唔使70啊？50？睇下先，應該係去到。呢車好靚，多謝你。啊，呢台車新車落地要去到70萬嘅，70萬新車落地，但是現在幾多公里嘅車啊？2萬幾、3萬幾公里嘅車，嗱睇下先，2萬。唔係喎，係會28000公里嘅車喎，3萬公里都唔到，28000公里打咗個5折。呢一台 S5 嚇 ，S5 動力又好，空間又好，3.0 V6 心臟嘅，依家展廳報價嘅話咧，362,800，3268,6800，直接係打咗個5、6折俾到大家嚇。有冇兄弟想聽下佢聲浪㗎？即係大家話呢台車可能係假嘅，係咪啊？唔係真嘅 S5 係咪啊？咁啊，想唔想聽下呢台車嘅排氣聲先？要唔要車着個車先？嗱，有人想睇嘅話咧，飄個1，有3個人飄1嘅話，我攞條車匙，好唔好？嗱，有3個人飄1，我帶條車鑰匙，係咪？係咪真係 V6 嘅聲先？着個車俾你睇下 V6 3.0嘅 V6 係咪？好
似話係咪咁正先？好似有啲咩回火聲。哦，唔想睇啊，睇車啊，唔想睇下一台咯喎，36萬幾呢一台，下一台， O K，嗱呢台大佬， A7，進口 A7，四門無邊框，帶掀背造型，當時新車落地去到成70萬落地啊！依家二手車究竟幾多錢呢？升級咗銀耳糖水。我呢個銀耳同埋正廠紅銀耳真係嗱呢台咧係四門無邊框車窗，啊黑籠嘅，係啦， 3塊液晶顯示屏，你睇下呢台啦。冇錯。嗱呢台睇呢個尾喎，睇側面你唔好講佢係雅閣喎，你唔好講佢雅閣喎，佢係一台正正經經嘅撩背鼻組喎，大掀背造型嘅 A7 喎。話晒同係 CLS 咬手瓜嘅車嚟。A7 喎，對標 CLS 嘅喎呢台車。嗱呢台 A7 Zenco 版本嚇，大掀背造型帶電尾嘅，喺度同你嘅伴侶喺度睇下星星睇下月亮都幾浪漫嘅喎。啊好鬼型嚇。A7 反而砌低咗 CLS。係 A7 嘅話嘅銷量仲好過 CLS 嚇。CLS 都俾佢做到停產咗啦。嗱呢台咧係2022年3月份上牌，24000公里嘅車，依家直播間報價係382800帶走。如果放喺舊年嘅行情嚟計，呢台 A7 嘅話咧，佢要去到4字頭啦。但係今年嘅話咧，就變咗382800，都慳咗成萬幾2萬蚊嘅嚇。嚟講老細感興趣我哋 A7 嘅話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。我會將全場車源表發俾大家睇。咁啊睇完 A7 啦，必須睇下佢嘅兄弟競品啦，好唔好？競品嚟呢台。係喎，佢競爭對手。競爭對手俾佢打趴下啦。曾經嘅對手。A7 都依家已經係仲存在，但係呢一台停咗產啦。睇唔睇得出呢台乜嘢車嚟嘅？ CLA。啊，今日車勁靚，有幾靚先？1到10分可以評幾分？或者係車同埋呢台車比，你會揀邊個？啊，會揀邊個？嚟話俾我知。今日 Auto 嚟呢一台咧就我哋嘅 CLS 啊， CLS 直布式嘅中網最美轎跑沒有之一，但係依家已經係成為咗經典，絕版咗噶啦，兄弟。呢台絕版車型，2020年6月份上牌，7萬公里 CLS 300動感啊，300動感啊。20零萬嘅預算可以帶走，你睇下啦。差啲講咗35添。嗱，唔係35喎呢台，呢台會喎，呢個內飾炮筒式出風口。Ecopace 嘅內籠啊！哇，喺仲有街嘴嘅嘴電動嘴木紋飾板啊！不得了。嚟，特別係呢個撩背啊，仲帶呢個咩啊？尾翼啊，仲要係4驅嘅喎，4驅喎，真定假啊？唔知咧 ，Formatic 喎 ，CLS 300 Formatic 喎，睇下呢台先，睇下係咪真嘅先，係咪真4驅先？佢冇寫喎，冇寫喎，後驅版㗎吧？256,800，256800開 CLS 300動感版 ，Ecopace 嘅價錢可以開 CLS 轎跑當中嘅大佬啊 ，CLS 最美轎跑。256,800，感興趣留言俾車。係啦，想要嘅攞低佢啦。點個小風車留言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看車記得點擊下方呢個小風車下看車2個字。啊，全場140台現車資料，8萬幾蚊揸奧迪留言俾我，到百幾萬嘅車都有嚇。或者呢台啦，唔要 Ecopace嘅話，嚟一台呢個啦，出個啦 CLS 嘅細佬啦。嗱，10幾萬預算，你仲買乜嘢？你不用買意式車啦。如果話你啊中意牌面嘅話，呢台3叉星輝係咪先？4門無邊框夠唔夠型？仲要內飾10分之好睇嘅 CLA 10幾萬預算，行駛咗24000公里，3年車唔夠，24000公里176800。話晒跑車仔喎。哇，轎跑啊！統椅喎，翻毛皮喎，紅色縫線啊！手動座椅喎。手動座椅有咩好講啊？方便啊嘛，手動座椅。係啦，冇錯。呢台咧172800價錢開 CLA 啊！如果有女仔喺直播間嘅話，想要慳油嘅，想要可以搭下人嘅，
上落班代步嘅，夠型無邊框車門嘅，嗱172800帶走，2萬零公里數，點個小風車點個小風車睇私信商家睇車兩個字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給車就可以啦，好唔好？嗱，仲有咩車要睇嘅？話俾我知，同樣十幾萬嘅預算，唔單止可以開呢一台冇咩馬力嘅車，仲可以揀一台空間又大、馬力又大嘅車俾你。嗱，呢台蚊蚊今日好忙啊，蚊蚊今日接待咗好多二手車界嘅老細。我哋依家你哋識嘅廣東二手車界嘅老細，基本都喺晒我哋蚊姐辦公室啦，真係啊！嗱，呢一台想要空間大，想要配置高，又想10幾萬預算可以帶走嘅 2.0 後驅530 Li 領先天使眼大燈嘅呢台百威紅呢，2018年9月份上牌，雖然7年車6萬零公里數，191800，你看看這個耐斯191800，來看看。好新淨，大雞腿凳吧，分段式嘅一個液晶顯示屏。嗱，後排領先版都仲有獨立嘅出風口調節，仲有電動座椅調節喎。冇錯。依家新款20款之後減晒配啦。嗱，呢台仲俾埋晒你嚇。校長，呢台就係530啦。530嘅校長得唔得？191800揸530 6萬零公里數啫喎。天使眼大燈嘅喎。非常之夢幻嘅配色喎，百威紅呢成到交龜喎。530新款啊？有啊，我要揾啊。你要新款嘅領先嘅話，33萬8可以啦。你點個小風車啊？校長點個小風車，點入去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車，再售130幾台現車全部發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點進去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給我就行啦，好嗎？仲有咩車要睇啊，老細們？喺廣州嗎 BB？ 我哋喺佛山市桂城海柏路呢一邊嘅，唔喺廣州，不在廣州。不過呢，我們是在那個廣州交界啊。廣州我哋過洞橋就係廣州芳村嗰邊啦嚇，好近2-3公里嘅嚇。睇拍尾啊，爬拉尾啦，造型美，有它就有大長腿，點個小風車。海柏路冇錯啦，點個小風車，記得點入去私信商家將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得唔得，兄弟們？冇錯。直播間咁多位老細們，四係睇睇 OK。嚟，校長留言俾我啦，我哋依家嘅話咧，530 19萬幾起啊，新款都係32萬嘅預算可以帶走啦，好唔好？記得留個言俾我先，好唔好？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一陣過嚟得冇問題，帶你試乘試駕。私信我睇車兩個字發俾我，好唔好？嚟，say hi，要4個門還是2個門？嘿嘿，要4個門定2個門？4門 ，OK， 呢台係4門。想要前進難忘記，開車必須開4系。大豬鼻孔一出，老闆們都是財大氣粗。呢台4個門無邊框車窗。帶掀背造型而且話準新9000公里嘅車，黑色嘅外觀，紅色嘅內籠，2024年7月份上牌，即係1年車都未到，11個月嘅車，9000幾公里。呢台睇下個內飾，半隱藏式嘅把手，無邊框車門，紅龍，連個踏板啲膜都未撕嘅，4K 連屏，蘭花自擋把，嘿嘿呢一台1萬公里1萬公里都唔到啊！嗱，仲有大掀背，大掀背造型，精品車況喎，4門嘅喎，斯文嘅喎，冇錯。來這台現在在賣2字頭，1萬公里都唔夠，依家直播間報價係29萬8啊，直播間報價298，29萬8，精品車況，過到茶博士 S 級嘅。留言俾我，發資料俾你睇，咁呢台比較準新啲嘅。如果你想要性價比高啲、公里數大啲嘅、價錢平啲嘅，我哋都有。係啦，點個小風車。係啦，只要你加1萬蚊啦，我哋就俾少2隻門俾你。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加1萬蚊少2隻門啊！途觀 L 冇啊！嗱，你哋咧如果唔使兼顧家庭需求嘅，中意4系嘅，其實講真嗰句，4系嘅2隻門咧，佢嘅腰身線條會更加之好睇啲啦。你跟住我嘅角度一直睇。嗱，從呢度延伸到呢度嘅位置，
嗱，呢個腰線見唔見到呢個 pat pat 位突咗出嚟嘅？同你個 pat pat 一樣。啊，同我 pat pat 一樣，好性感，靚過周秀娜呢個 pat pat。嗱，呢台無邊框車門啊，4個座位2隻門，你睇下啦，係啦紅龍嘅，紅龍嘅座位4隻門。 4隻座位2隻門啊，你話搖夜版本啊，帶哈曼卡頓嘅音響。分卡頓。分刻嘅輪毂，分刻嘅中網360全車影像，呢台車配置會更加高啲。呢開2隻門啦。台車嘅話，比4隻門嘅貴1萬蚊，一個搖夜版本嘅。2023年6月份上牌，2年車19000公里，30萬8，30萬8就能帶走它。感興趣嘅各位老細，點個小風車，嘿嘿。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，看車2個字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，點點關注，點點讚，點點讚啊，點點讚，點點你的讚，點點讚，點點讚，點讚，讚。嚟，仲有咩車要睇嘅？途觀冇喎，不過嘅話咧，你途觀價錢可以直接開X3得唔得？叉三得喎。 10幾萬預算開X3要唔要？可以喎。要不要先？呢個封面一樣空間大，一樣配置高，動力比途觀好啦，2.04驅嘅喎。叉三咪得，model。X3嚟 A7 有嚟呢邊，咦？嗱呢邊 A7啊，唔知有冇見到啊？我睇 A7 啫嘛。嚟呢台 A7咧就進口嘅4門無邊框車窗帶掀背造型嘅 A7。啊，新車落地幾錢啊？去到70幾萬，72萬 A7。2022年嘅45 TFSI 真選版，2022年3月份上牌，24000公里嘅車，24000公里啊！一年行過幾千公里，24000公里，3字頭可以帶走。來看看，阿佳 AMG 加，來看看，賴 C， 耐 C， 賴 C， 得唔得呢個耐 C？ 得不得先？進口 A7 喎，唔係 A 進口 A7 喎，唔係假，唔係 L 路喎。嗱，最緊要睇個掀背喎。嚟呢度，聲杯造型，得不得？得不得是依家直播間報價37萬2800， 37200， 37萬2800就能帶走它。是的。得不得？感興趣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。哦，好攰。呢個得食車型嘅呢啲。得食車型係嘛？大家都中意啊，4出排氣喎喂。揾個地方咁掀起個籮柚喺度唞下。係啊，瞓喺度都得啊，瞓喺度都得啊，整鋪床都得啊。嗱，呢個4出排氣喎 A7，依家37萬2800帶走下。嚟，感興趣嘅阿佳，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，看車2個38萬2800，屌我差啲蝕咗萬蚊。38萬2800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。睇車2個字發送俾車，全場車源表免費發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記得留言俾我，記得留低你嘅小微小字，喂136 137，大哥千萬別關機。但是小妹呢不會半夜起來叫你屙尿尿噶，唔會噶吓，放心吓。嚟，仲有咩車要睇？新款嘅一個新能源車型帶大家睇睇啦。嗱呢台，咧我咁樣揞住個標啊，你哋知唔知呢台咩車啊？來，這台，我這樣揞住它的標的話，知道這台是什麼車嗎？嗱，大家估下，如果我咁樣揞住個標啊，大家知唔知呢台咩車先？有冇人話俾我知？有沒有人告訴一下我？咁靚仔嘅？邊個嚟嘅？蔚來 T 係咩啊？呢台蔚來小鵬。新 Y， 冇錯啦，呢台真係新 Y， 新嘅 Model Y， 特斯拉嘅依家新嘅名唔叫特斯拉啦，佢叫特斯鵬。前邊嘅話咧，佢嘅前頭咧，我覺得我個人認為冇舊款好睇，冇舊款好睇嚇。但係咧，佢尾燈會比舊款好睇。呢台咧係2025年3月份上牌3個月嘅車，6000公里保實標，精品車房嚇，後輪驅動版、後驅版嚇。嗱，佢個尾咧就好睇啦，佢尾咧，我哋睇下佢個屎忽小腰尾翹起來，而且哇非常之有科技感。佢呢個咧唔係傳統燈帶嚟喎，呢個唔係燈嚟個 BB， 呢個唔係燈嚟㗎，你唔係燈嚟個喎，佢呢個反射板嚟個喎，佢呢個叫做咩啊？慢反射嘅燈，後尾燈啊！呢台車嚟呢台
新款嘅 Model Y 啊，內飾方面都改變咗。精裝修啊！呢台車嘅內飾嘅話咧，取消咗佢嘅換擋、壞擋，跟住嘅話咧加咗啲花毛皮嘅飾板，跟住咧有環抱式嘅氛圍燈。嗱，如果你想要空間大，想要充電啊，即係其實對比國產嚟計啊，咁多個牌子啊，佢嘅續航咧係最實嘅，最實際嘅嚇。幾多係幾多嚇？228800，228800，2288啊！嚟大家一齊發啊！感興趣我哋嘅 Model Y 嘅朋友留言俾我啊，邪惡大鼠標留個聯繫方式，點個小風車留言。看車兩個字，記得點擊這個下方小風車，私信商家看車兩個字，留下你的11位財富密碼，或者係小微小先都得，唔需要唔打要俾個報價表大家翻去參考下。即係依家嘅二手車咧，雖然講係即係價格非常之透明，但係我哋一定要貨俾3家，價俾5家。主播車都好希望你哋可以買到自己又平又靚又正嘅車。留言俾我，將我哋在售130幾台現車資料發俾你睇，好唔好？嚟西睇 LS500有未？有喎，真係有喎，唔係開玩笑喎。有台 LS500，你要乜嘢版本先 ？LS500H， 你要咩先 ？LS500H 有台行政，有台豪華。你留言俾我啊，我發俾你睇。嗱。日優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給我，好嗎 ？ES300啊 ，ES300有啊，啱啱收尾洗完車翻嚟，嗱，俾你睇睇。22款嘅 ES300 6000公里保實標精品版，279800。嗱 ES 5台車，點個小風車留言俾我，嚟訂個小風車阿蔣生。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車全場車源表免費發送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現車我哋有3台。係，我哋有 ES200位有3台藍色超音速太銀或者 NXLS 啊 ES200、300，我哋都有車。感興趣留個言俾我先，好唔好？點個小風車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。跟住嘅話，我哋呢邊咧仲有啲X5啦、2.0啊、3.0啊、進口啊、國產啊都有車喺度嚇。如果你哋啲大佬啊行下工地追下數，又想跑得快嘅。嗱，呢台3.0直列6缸，又可以兼顧家用40 Li 國產版，啊，配置滿滿，藍色激光大燈，台顯哈曼卡頓嘅音響，電動收縮踏板都有齊晒，啊，你睇下啦。仲有路虎啊，都係呢個價錢。係啊，跟住嘅話呢台咧5字頭可以帶走嘅超湖客40 Li 嘅一個4驅版本，啊。我哋依家有2.0、3.0都有，各位朋友未點關注記得點個關注，嗱，未點關注點個關注，點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留個言俾我嚇。睇乜嘢車可以後台留言？睇咩車記得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我要落播咯喎，再唔發嘅話你揾唔到我啦噃，好唔好？快啲留言俾我啦！係啊，拜拜咯喎！拜拜咯喎！